镜头来南韩，南韩的政府伫昨昏是正式针对无登去上班的实习医生吊销因的医生执照。东港呢，还有一名较资深的医生嘛，同齐是头路来支持这个少年医生。即马因的政府和医生敢有法度好好做坐落来讲，爱用偌济时间才会当讲出共识，目前拢也唔知。 南韩政府吊销罢工医生执照25生效，为着表达对发动抗争行动的实习加大医医生的支持，大型病院资深医生、医学教授集体辞职。不过初步研判对病院运作影响无大。因讲虽然丧事停起嚟，不过仍然会上班，只是工作时间会减到一礼拜52点钟。进前因逐礼拜工时较不着拢超过80点钟，这件已经经5礼拜代志，无遐尼紧煞。3월 24일 국민의힘 한동훈 비상대책위원장과의 간담회에서 아래의 사항을 논의하였다. 전공의에 대한 처벌은 의과대학 교수의 사직을 촉발할 것이며 우리나라 의료 체계의 붕괴로 이어질 것이라는 우려를 전달하였다. 有大约12000位医生可能会被吊销执照。这边罢工行动已经造成病院内面几多百例手术甲其他治疗取消。总统尹锡悦希望会当恢复对话，同时提出另外处理吊销执照的行政措施。医学教授协会认为尹锡悦态度正正向，不过除非政府甲扩招2000个医学院学生名额的计划撤回，若无代志是无解。观察人士讲，政府对于罢工医师的听法可能会再加轻一挂，并且要求对话，这可能甲4个国会选举有关系。因为病院的运作若停乱，对执政党候选人的选情不利。南韩政府2025年扩招医学院学生的计划，是为了要应付医生人口比例上少的问题。不过，却引起医生团体反弹，真侪实习加大院医生发动罢工的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